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危机时刻为和平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悼念美国参议员鲍勃多尔逝世。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印度北部藏人社区的访问。嘎伦诺增庄玛女士为印度青年学者藏学研究会议揭幕。议长堪波索南丹培致函祝贺日本新任总理岸田文雄。驻日内瓦办事处在联合国论坛上提出西藏举事。首届藏传佛教辩经学制华语示范暨研讨会在台湾玄奘大学举行。在台藏人提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纪念日。第2届美欧高层对话强调中国侵犯西藏人权问题。美国篮球运动员埃内斯·凯特祝贺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美国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2月8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以心怀希望、勇气、慈悲心与危机的世代之中为主题，与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多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在与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压力管理学家爱丽丝·凯佩尔女士、情绪处理研究员米歇尔·西奥塔以及来自美国各大学的科学家和教授进行交流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在新冠疫情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危机时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为全球和平做出贡献。此外，美国前总统提名人及前共和党籍参议员鲍勃多尔先生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5号不幸逝世，享年98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在闻悉噩耗后，相续致函逝者遗孀参议员伊丽莎白·多尔女士，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写道，逝者鲍勃多尔先生对那些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人，或那些像西藏人一样为维护他们的自由和文化而奋斗的人所展现的真正关怀和同情，并强调逝者是西藏人民的最坚定的朋友之一。司政边巴次仁和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在调研信中回忆了逝者鲍勃多尔先生生前在各种场合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并称他的离世是美国和西藏人民的巨大损失。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12月7号圆满完成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阿凯德邦的德拉敦和喜马歇尔邦境内藏人社区的访问行程，返回达兰萨拉。在过去2周的访问行程里，司政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随后前往北阿凯德邦的德拉敦地区藏人社区展开访问，先后会见了北阿凯德邦的首席秘书长和助理副秘书长，随后参访了德拉敦藏人社区下属的所有藏人定居点，并与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在返回达兰萨拉之前，司政还访问了喜马歇尔邦境内的索兰本教藏人社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庄玛女士于本周一12月6号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为期4天的印度青年学者西藏研究会议揭幕，并发表讲话。嘎伦诺增庄玛女士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喜马拉雅地区在印度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并呼吁印藏学者们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喜马拉雅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
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于本周一代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向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生表达祝贺。议长康波索南丹培随后还致函祝贺中谷元先生被任命为日本首相的人权问题特别顾问，呼吁中谷元先生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的联合国联络官甘丹措姆女士于上周四12月2号在日内瓦举行的第14届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论坛上提出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并敦促中共通过尊重西藏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来解决西藏人民的不满。甘丹措姆女士在论坛上发言时指出，西藏人民正面临着中国政府强加的社会结构和人口变化，缺乏获得西藏历史、文化和传统知识的机会，以及缺乏就业机会，而这些都导致了频繁的冲突和抗议，包括155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指导，台湾玄奘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及藏传佛教研究中心主办的智慧磨刀石首届藏传佛教辩经学制华语示范暨研讨会于上周日12月4号在玄奘大学慈云厅中举行。研讨会有史以来首次以华语示范藏传佛教辩经学制，展现藏传佛教独树一格的逻辑学和辩经学制。玄奘大学校长简少奇先生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时，首先介绍了该校迄今成立的藏传佛教研究中心，并向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藏坚参先生颁发了该校的感谢状。驻台湾代表格藏坚参在研讨会上致辞时，谈到了组织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并向玄奘大学的校长和该校新成立的藏传佛教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释照慧法师、副主任陈明如女士和执行长陈泰轩先生赠送了代表西藏传统礼仪的哈达。随后，来自台湾各佛学中心的仁波切、格西和堪布以及学者相续发表演讲。与会的藏传佛教僧人和台湾居士以藏传佛教的5部大论为题，展开了华语辩经示范。本次研讨会受到了台湾各界的极大欢迎，共计300多名僧俗代表参加。会议全程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地进行了现场直播。与此同时，位于台湾的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在国际人权日来临之际，于12月5号在台湾新北市的三峡区举办活动，提前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藏坚参先生在活动上致辞时，向与会的民众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同时呼吁藏人民众积极保护和发扬西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丹增南达先生和西藏青年大会台湾分会会长宫阙拉巴先生也在活动上发言，呼吁在台藏人民众团结一致地开展和参与到对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宣传西藏议题的活动中。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台北市甘丹东顶显密佛学研修协会将于12月11号在台北举办更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另外，美国和欧盟于上周四12月2号举行第2届美欧中国议题对话。会后发布联合声明，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包括西藏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其系统性压制政策。据了解，当天的会议就欧盟和美国共同关心的外交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聚焦有关涉华经济问题、技术、人权和台湾等议题，特别强调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其系统性压制政策。其中包括在西藏发生的人权侵犯事件。双方还讨论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关注的中国行动，
包括对中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和破坏美国和欧盟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行动。接下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今天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也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和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团体及个人纷纷举办各种活动，庆祝这一殊胜之日。美国国家篮球协会职业篮球运动员埃内斯·凯特先生也在今天发来视频讯息，叙述了他从达赖喇嘛尊者那里获得的灵感，决心为真理而站起来，为无辜的人们代言的缘由，并强调他相信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西藏终将获得自由。他还感谢尊者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和非凡贡献。埃内斯·凯特先生表示 On the 32nd Nobel Peace Prize conferment anniversar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Your Holiness. You give so much hope and motivation to fight for what's right and fight for and also standing up for innocent people out there and to be the voice of all those innocent people out there who don't have a voice. You know, you are changing the world and you are making a huge impact in our world. And I hope I get to meet you one day. 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